深度。我的故乡有世界风水能有温度，最好的年轻在那边，最好的巧克力在那边，闹热的海气在那边，好湿好凉的龙在那边。夜的庙的烟做内铺，我的故乡记在心度。这个世界别去再演，放下归落也比风归俗。夜的庙的烟做内铺，爱聊天总感到幸福。读书生活毕业心甜美，路也强下看书跳舞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大谷かりんです。日本の千葉県から来ました。普段は日本語の先生、通訳として活躍しています。台湾では友達と会ったり、ご飯を食べたり、一人でカフェに行って勉強したり、本を読んだりするのが好きです。台湾でのゆっくりした生活が大好きです。你那时候比较胖，还是比较瘦？其实体重的话，差不多胖。差不多胖。原本兴趣是创作，然后后来就变有一些工作这样子。你也喜欢？没有，他不喜欢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唱歌。你少来！真的，我喜欢唱歌，可是我不唱，很容易害羞，所以就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唱歌。他其实蛮会唱的。我中文的学习方式是，第一个是要看电视剧、连续剧，就是他说什么我就跟着他一起说。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用唱歌的方式去了解中文的构造，或者是语法，或者是学习一些单字，新的单字。对，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学校有办那个卡拉 OK 比赛，当然是中文的。那个时候我有报名，然后那个时候很迷着唱中文歌，对，那个时候就学了蛮多中文的单字啊、语法啊什么的，对。客家话也是这样子学的。一开始的话就是完全听不懂，然后他们讲完客语之后再讲中文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不好意思，而且又不是全部的意思都翻过来，所以我想说干脆自己学这样，然后就一边听一边学，慢慢的抬舌。我现在目前是研究客家，然后这个动机也是都是想要融入这个家庭，文化那些就是都是用中文写的论文报告那些就是读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就是听好法啊、阿公好法啊，就会有问题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会就是不知道声调会怎么样，只能模仿当下的时候而已，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运用之后的对话里面。对。研究上课会忝无？忝啊！忝哦。做嘛叫做忝的。我去日本留学，伊个唔是学姐还是慢啊，反正伊个同学啦，就邀我就请我去吃饭。吃饭的时间伊就拄好坐在对面，叫人认识。睇日本的时间又出去了几摆安尼，就几来以后嘛有联络，后半面又来到台湾来留学安尼。那几个时间就那有穷下安尼，算没有缘分啦，穷下叫人就结婚嘛。就是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，因为他那时候头发长长的，然后黑黑的，看起来是泰山，所以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他被叫做泰山。然后我就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人，没想到会结婚这样。他就是
很烟道。No 我从来不觉得，就是他很体贴温柔，他很重视家庭，对，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我还是狗狗，把我们放在第一个位置。其实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也吵很久了吧？啊，嘿啦，伊经常要结婚，俺来讲不贴嫁个吧，就安尼。啊，喺外面就经讲麻烦的，就结婚结啦，够结，留俩。鬼清彩呢？唔係凊彩，是冇本事哦，係咪？冇本事哦，冇本日本的路卡尼来少，係咪？我爸其实还蛮担心我的，所以我们要决定结婚的时候，爸爸特地打给我啊，问我们说。啊，你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？未来要住在日本还是台湾？还是就是你们的收入是在台湾的高层的，还是低层的、中层的这样？我的奶奶也是蛮担心，就是常常会打给我。对，我也喜欢他吧。今日はね、これからかっちゃんまだ授業あるから、それも取るらしいの。そう。こっちの時間で7時半から授業。今こっちの時計で7時半ちょっと過ぎてた。あ、じゃあ今もう6時半なんだ。阿公公很好。他是不会动的，就是他进来客厅，他说一句我想要喝点咖啡，然后我就阿嬷默默的帮他准备咖啡这样子。学这点啊，阿公是我偶像啊。坏。阿公每好看几道有诶毛诶树，俺也没几好看，古常人就几道花体做得练，做得讲。哦，啊，毋过做得讲，啊，毋过伊等就唔宽嘛。阿公就讲伊等拢几戆地。因为阿公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。阿公觉得他们笨。可能吧。阿公说的不是我说的。就是在台湾，我要适应，就是第一个没有办法适应的是那个就是叫人的时候。但是日本的话，就是只要说你好就好了。但是在这边的话是要叫阿爸梅啊、阿爸啊什么的，怎么称呼这样子。很重视这个。像日本人就欧吉桑、欧巴桑，没有别的。刚来的时候，我一直好奇问他们说，现在拜什么神明啊？八公啊，或者是什么天公啊，就是有很多神明。然后我也是有时候不知道拜什么，对，所以就一开始没有正式去登记之前，我不拿香拜拜的。一来就是不知道拜什么神明啊，二来是我还没有嫁到，我觉得没有资格去拜拜。那我其实正式登记之后才开始拿香拜拜的。对，那时候我跟一手还有一手的爸爸妈妈这样子，这4个人一起去的。对，我们的见证人也是他的爸爸妈妈。他家是中药房嘛，然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这件事情吧，因为我在日本常常吃饭的时候喝茶啊、喝水啊什么的，但是在他家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喝水，这个是一开始我真的不喜欢。其實邊頭都市會食飯，日本人嘅細媽有冇？嘅來嘅時節，伊都冇睇掉嘅呢，冇講中的是白，冇講中的是嘛嘅。我们不管冰的还是热的还是温的，止痛药生產落去就抽誒。以前吃的很重，就是我吃到已經就是可以用手術用的止痛藥。係啊，人就同你講，佢止痛藥唔係安尼滅法，冇，就來慢慢調養身體，應該就夠順的安尼。你們華人不是都那麼愛養生？吼，這個又調理啊，又漢方啊，又藥什麼藥補啊什麼，啊怎麼活那麼短？对，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地方。好像是日本人都活到什么90、100，有没有？对，他们也没在喝什么药补啊，然后，就照样喝冰的啊，吃冰的啊，要吃辣的啊，要重口味的。
哎，嗨，好久不见。平常时间我们就是住在高雄嘛。那卡琳住在高雄，有时候我的工作关系，所以会到处跑来跑去。平常时走的条路应该有走吉下风啦，去走轨道。不过，主要的也为日本、台湾的走来走去，就会走反一的条路。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在台湾的时间就6日可以回来就回来。我没有回来的话，就比较不会自己回来，那也可以忙一些平常还要忙的事情。こんにちは。何してんの？お？今日はどこにいるの？おー、ピカチュウ。本当だ。鉄は铁のこと。铁。生み出すは产出。产生，所以把铁产生的力量，力，メルタンは软软的金属的身体，它拥有软软的金属的身体，在地下的铁分金属融化成它的营养吸收进去，拜拜，また来週，またね。好，结束了。很多学生就是用中文的方式去了解他的东西，日文的东西，你不要硬要把这个东西换成自己的母语去理解，没有办法。你要想清楚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对，我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啊，或者是就是当家庭主妇得不到的东西，增加自己的收入，然后可以就是财富自由这样子，这样子先生也是比较轻松，而且对家庭也是比较好。如果我要花别人的钱的话，其实我花不下去的，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钱。假设我们去吃饭，然后身上如果我没有钱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吃东西的，因为要花别人的钱吃东西，感觉哪里还是多少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我肯定不会吃东西。自己赚来的钱自己花，这样子比较好一点，对。等一下还有那个实体的课程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吃饭，就是吃简单的蔬菜，然后再出门这样。我吃不完就来不及去上课，所以就先赶快要走了。舅舅，爱你哦，爱你。对啊，我要去上课了呢。不是，是7点半。还好啊。内用吗？内用。需要什么？热的水蜜桃苹果茶。こんばんは。不好意思，今天。我认识他大约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。为什么想要学日文嘛？主要是因为我蛮常听日文歌的，然后又常常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，就想说来学个日文，那让我可以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歌。老师的教学的感觉嘛，我觉得他还蛮亲切，然后也很细心吧，就是各位。有时候他会传讯息跟我讲说，有些东西要注意一下，怎么文法啊，或是日文怎么使用，对啊。然后
教学过程当中，他也是就是互动起来就是感觉很舒服，就是也不会什么太大的压力。一般在日剧啊或在那看到日本的感觉都是很有距离感的，然后对他们就讲日文，然后我实际跟夏妍老师的认识之后，就发现其实想象中的亲切很多，加上夏妍老师他的中文也我觉得蛮标准的，然后就感觉更加亲切了，就很像台湾人一样。对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话，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他好像会讲客语，对，然后客语，而且还去读客语研究所，我就觉得说哇塞，日本人怎么还跑来学客语，中文都学不完还学客语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我觉得很神奇，对。那个衣服那里有那个啊，你讲那里有一个无爱的是东西啊。哦。系啊。你爸爸都搞笨的呢。哦，伊昨天几啊？唔知。伊昨天嘛唔知啊，因为伊安尼时间还改快安天。哦哦哦。改快安生啊。好。阿莫这眼睛的呀。唔会啦，我帮你医啦。伊我帮阿姨。系啊。啊，可能先很东西不用好了。对啊。马上走。好。啊，你再来你查查。好啊，你就交给你喽。我去这样，我要去收那。你要再来你查查没？爸爸，我就出来了。啊。不要去哦。你要去哪里？去那边好不好？小菊，去找丹丹好不好？小菊。就像我现在研究客家话里面的日语介词，就是有一些单字是跟日文一样的，其实用日文来介词这样子。这个东西就叫做恩进，在六堆里面，六堆的客家话里面，这个叫做恩进。北部客家话里面不会叫做恩进，就是可能叫做 otobai。啊，爸爸妈妈嘞？爸爸睇水毛啊，妈妈出去医院。这么贵呢？听报告啊。哦。他是我先生一手的哥哥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纯。他从日本来，我听到他说他学客语，我本来还想说他学不起来啊，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听得懂了。我们现在都不能跟他说什么，都不能在那边偷偷讲秘密了，他都听得懂。害我也要去学一下日文，不然改天他们说我坏话，我都不知道。对啊。我排休的啦，我是做船员，所以都不定时休。他今天才刚回来而已啊，等一下晚上又要回去了。然后就回来看看爸爸，家人嘛，互相帮助。为什么这次是骑那个眼镜回来？我要把野狼骑走。啊？我要把野狼骑走。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。他之前要学骑机车，直接撞我家大门。没想到他语言学得很快，机车学得不行。对啊，机车不行，太危险了。那是台湾人骑的东西，日本人乖乖骑那个有他擦就好了。对啊，不要给爸爸骑了。爸爸不会骑啦。他上次就偷骑车。哪有呢？有，我上次就当场抓到他要偷骑，他发动然后要骑出去，我说我骑。哦，那这台就留在家里骑就好。哦。哥哥比较少讲客语，嘿没？我讲社工啊。对啊，你社工啊。他已经台化了。对啊。之前出去，有人问他说：“妹妹，你是台湾哪里的？”啊，我不是呢，我是日本。他说：“哈，真的吗？”就说你看起来不像，你完全没有口音呢。
我也不知道。我那时候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口译，可能跟我弟有关系，每天讲，然后就会了。到现在连客语都会了，我真的是觉得很神奇。而且他还在读，你是在读客语专业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搞不懂一个日本人来学客语做什么？爱情的力量。你安全模式中，啊，咪伊个酒店先出了本的菜。哦，啊，昨天过来唔伫？唔伫啊，伊那有好安酸的吼。来，加油！还有那台风啊。好啦。就是帮爸爸看资料，然后他就去看。他这是复方嘛？啊，他其实已经割3次了，啊，他现在已经没得割了。一般人家不是割一个还可以缝嘛？他已经割3次，他现在是戳到这里就爆了，所以他已经不能再动手术。再带他去吃棒梅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，对啊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们。阿爸，我要带他们去吃面哦。啊，去片吃面可以啦。来等从西到台拢摕去片吃面啦。阮看看迄客家面迄用会使咧。我还买了一个大的4角，有个哟，小一档，就这样说就好。你有没有带钱？有啊。你有带吗？有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其实日本人也吃很咸，我们这里刚好也是比较稍微重口味一点。试试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从小时候就吃到现在，就是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，不然我们去把梅那边吃。吃也吃习惯了，在这里吃习惯之后，你会觉得说去其他地方吃的那个味道不一样，还是家乡的最好吃。第一次吃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有一些口味蛮像日本的口味。好吃啦，当然好吃。当然好吃。对啊，不好吃就不来。没有啦。台练，顺哦，一模模悠悠。真的，连没有针。来抽啊，买给啊。白抽就冲3个。啊？安尼又好加脚，那加甜贴大，你加唔多。今年身体唔好，唔过朋友全部拢会来。系啊，朋友几片朋友全部拢会来，因为身体讲唔好，唔过是唔系啦，重点是唔系啦。谈到那个高兴完无？你就真是呢，你就打开就是先看一个。唔怕啦，身体讲唔好是唔系啦。那玫瑰姜呢？哎。冇追踪。哪个咯？我看到长得很好吃啊，哎。很好吃啊。哎。追踪。哎。帮我还会做饭。哎。那这个啊。唔强啦，我同讲，唔系全身颅扩散未？
按紧甲要挑哦，系咪？扩散是是伊在讲伊的扩散，系咪？敢有通都挑白你免有养生呢？系啊，空用医师嘛。好买呀？一个，3个。那般丝瓜2条嘛，好不好？太不碎了吧？卡林莎，国际。今天要自己煮啊，可能要带回去的一些蔬菜也要一起买。妈妈也会回来吃。啊，那里多钱？总共180。好，好。好，20块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100、380，真的。那是哪一种？干嘛？鱼汤。这个给他。这个鱼汤要剁吧？要煮汤吧？要剁，要剁。好。给310。这个吗？这个大姐我找经理来的。喜香木好像也不错。他买石斑鱼。389。你要不要冰块？鱼的话，他比较熟悉。喂，妈妈。冇臭到。都洗丝锅夹吧。炒猪哦，好炒猪，都炒猪。爸爸团人去下市场买菜。有。唔怕啦，就像你啦，俺来市场机关。好，拜拜。日见啊，经常好色，按300买就100色，买给你啊。鸡柳就好了，然后照烧鸡要切吗？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我每个礼拜都回来看，所以就大概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。自己喜欢吃什么？马铃薯。那你没有买吗？没有买，因为淀粉啊，现在过3点了不能吃。因为今天是我不吃，所以就没有去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。火龙果可能日本很难吃到很甜很好吃的东西。对，蔬菜，丝瓜，可能冲绳有，但是本州没有。冲绳跟台湾的丝瓜不一样在哪里？差不多，口感差不多啊。日本人又不吃丝瓜，冲绳人才吃。你要这边等吗？给啊。你在这边陪爸爸。好啊，一包就好了啦。日昂啊。越南。谁？你会红啊。我会红。啊！拍我啦！你在拍谁啊？他吗？哦，那个鸡蛋糕的吗？妈，你在哪里？还在等哦？那你等一下怎么回来？还是我去接你？你坐火车有比较快吗？啊，不是拿报告而已，是不是就？爸爸说他有喝牛奶。坐下，开始。爸爸，你有吃过媳妇做的日本的料理吗？有啊，有。喜欢吃吗？
哇！怎么讲啊？我用来讲咯，我也不知道。口味无相同啊，那爸爸习惯吗？唔习惯，所以方言唔习惯，口味无相同。叫做董永年的米丝，系咪？董永年。今天本来想说要做照烧鸡，对，要吗？是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是啊。去烤刚是的，是的啦，吼，是的啦，吼。哦。是的，太重蹦酒煮太重，太重拢好食，太重拢介意。伊几位炒嘅姜丝炒太重，系咪？那莫斯哥呢？唔过伊冇试过。伊是味料爱练，伊之前味料爱练姜丝炒太重有冇？炒啊，一个米丝做唔得，那是味叫的。炒有那是味叫的。伊个有个厨师真招未？伊迄摕高雄出世的。啊，来到一片客家饭啊，慢慢的会讲的。啊，唔过你爸爸喏，你爸爸喺哪一年？啊，伊个爸爸喺阿公喺女陪呢。啊，唔过伊妈妈喺哪一年？伊个妈妈喺阿婆喺闽南呢。嘿，啊，伊就两个摕高雄市讲爸爸，佢说爸爸喺高雄市出世的。嘿，啊有喺外面用会搬几来？来这边打拼。恁来家恁来的卢卡，就系的卢卡一分子就要下，几百块多。几好啊！几百块多的时就感觉哦，几好。头过来导演翻译啊。有时候会讲客语，有时候会讲中文，然后我们都聊最近的事情啊，工作的事情啊，什么都会聊。我把爸爸妈妈看待成我的真的爸爸妈妈，对，在台湾的爸爸妈妈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我叫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也是叫做爸爸妈妈。就是一开始我过来这边的时候，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也是叫爸爸妈妈这样子。对，我会想要做客家料理，可是我还是就是学不起来，也没有机会去学，所以就目前只有学到客家肉燥而已。今天想要做照烧鸡，然后炒青菜这样。我太太。大丈夫だと思います。就是现在爸爸生病，然后我妈妈也失智，然后身体也没有很好，所以就两边都要担心。但是比较硬一点的吼。对啊。就可能日本的妈妈哦，啊唔像迄妈妈啦，反正太年啥个事情啊，人拢嘛袂少。伊阿公阿婆，系咪年纪安太的，身体要唔好无，要用的无，啊人拢嘛袂少。哎呀，更加又没抢手机片哦，人都看安尼又少哦。啊姨妈啊也。基本有打电话来，有讲伊个有身体那一片唔好，那一片唔好，啊拢嘛不会少，所以太甲你身体顾好嘛，係最重要的啦。水哦，强哦。强也佫大啊，也易种的啊。哦，要那些强啊？要迄啊。真的哦。要煮姜啊，也易种的啊。哦，我煮菜瓜用一般安尼铁刀，会铁刀吗？菜瓜安尼做得嘞。今天就是忙爸爸的事啊，因为我们家爸爸生病了，全家必须团结。其实我有3个儿子啊。我一直都是住在男生宿舍里面，然后我看到一手带着女朋友回来，其实蛮开心的，
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多一个女儿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唔係提做妹用，像做妹一样安尼想，唔可做妹也安尼改。因为更加任何一个什么应该无法度讲，本像妹一样安尼改，生活的习惯也都无相同。但是我很习惯，我不会直接去跟他说，我会去跟一手说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老婆，他一辈子要相处的人，由他来讲会比较好。因为讲啊，等礼拜拢过熟生日的，啊，对生日的事情也不会关心。我想啊，就会问你过西方的事情，我去问。啊，伊要讲啊到，过唔关系讲。用安尼事情，妈妈如果问，其实迄也在你关心，不一定你本人可能我观察到了，他虽然在台湾，但是他打电话回去的次数，不会像我们这样子，每天都会联系这样子。不过从来每位个很期待讲买心球会打电话问一下嘛。其实我今日我去陈爸爸挂个那个安宁病房的手续，只是我没问爸爸的，我想反正你嘛，一天要有一个安尼过生，我先挂好提去食个。应该我哋爸爸是个有用心，我哋咩个有用心，我哋规家人诶拢相信爸爸。也给难关应该过的。这个人从一个很健壮的一个人，步履蹒跚的这样子走过来，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。然后呢，反而是爸爸来安慰我，在后面轻轻地拍着我。我跟他讲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是我安定的力量。你看，在我最失控的时候，只要你轻轻的一拍，结果我还是可以忍下来，所以我说你是我们家安定的力量，定海神针。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觉得全家人的心凝聚在一起，任何的病痛应该都。我先让我最感动的是，就是他把我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，这样子在照顾。因为我们家只有女儿，但是他把我家里的事情当成是他自己的事，然后在那边帮我的爸妈，然后帮我照顾家庭，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，爸爸虽然生病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用我的生命去把他拉出来、拉起来，让他重新站起来。我看着卡琳，同样的也是护着我们家爸爸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卡琳是真的把我们家爸爸也是当成他自己的爸爸，很开心的有这个心。对，哇，要。最重要了。这样没去养肿瘤的东西啊。很讨厌呐。哎呀，伊可以调养身体啊。我有耐心，就对身体好的话，愈提升啦。因为我疫情的关系，前3年没有回去，但是去年终于有回到自己的家。就回去日本大概半年的时间，到现在过了大概3个月吧，还是还蛮担心我家人，所以就是很想去看看他们，但是我有一些事情离不开台湾，所以我没办法去。但是一手下礼拜就要去日本，就。反正虽然下礼拜要去吼，不过过可惜，过可惜，但下礼拜。因为条路摕大阪无去到东去，所以都唔得去看阿公阿婆一点，也够可惜的蔬菜啦。
电流先用出来以后，然后你烤。好了。哥哥吃饭了呀？根本你面头出来就狂饭，你还冇煮饭。哦，门。好啊。好，面对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本来做照烧的，结果卫林不用切球的，较唔同种。还没变我板桥啊？拜托，2017年的。过去的都超白。内底我开始搞那个战斗陀螺的哦。战斗泥的。战斗陀螺的人文化迄物个。Beyblade。讲迄，那就无谈过。迄嘛无谈过。哎，大家去查，查唔得。查去查。迄唔系方向的。3、2、1。哇！训呢？白痴，第一回合就出去了。好，他赢1个回合。他是一手的弟弟。太甲好嘛，迄卡丁的洗手，啊，伊加落来一片就会同来他跳那模的，来造型师安尼。但是那个卡丁，伊其实已经唔係日本人嘞，唔冲啊，唔冲，伊搁冲那个人对无？跳圈去做田人，伊更加如同个那讲下法啊，讲关于啊生来的料理，还会做饭嘞。安尼唔系做田人，迄男人，还讲伊迄日本人，无冲诶，冲。他讲的差不多是真的啊，只是就是除了我会做板条之外的，对啊。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自己是还蛮满意的，忙也不会忙不过来。但就是一手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吧，要多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不然就是一直担心别人。对啊，一直担心别人，然后就是自己是第二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那种事。有，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梦想。他健康。我也健康，狗狗也健康，生活过得去就 OK 了。看看你天天空空，顺顺兮兮，顺顺兮兮，万事如意就好诶，真是啦。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是没有很好的环境，就是我爸妈离婚，然后妈妈就是早上一大早出去工作，然后晚上很晚才回来。然后我们可能，我有一个弟弟，然后我们可能自己煮饭自己吃，或者是自己去买，然后在家里吃这样。那时候会觉得我长大了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对，所以才会觉得说我要生小孩，然后有那么棒的老公，也有这么棒的狗狗，那一定可以的啊。结果就是可能不生吧，因为毕竟他不想要，那我只好我放弃。凯莉有同我讲过，不过伊所谓意思是讲，伊连两个人更加问题打拼，唔希望爱个有生人的。我很爱你嘛，但是人家问我说，那你选择小孩还是一手？我不选一手，我要选谁？可是我也不想，因为我好像你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。我其实不太敢跟我的家人说我不生，因为我的家人是很希望我生小孩，然后希望赶快看到我们的小孩。ごめんなさい，爸爸。就是尤其是我的奶奶，她很想要抱孙子，毕竟她也年纪大了，然后对啊。
我即个有咩安尼想法？我感觉更加去沙飞的变通吼，佢夹，唔系有声音的睇班论的吼，变得做乜嘅变得表扬的去发挥。嗰时我希望伊哋公满意些，能去有嘅声音的。啊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小米灰。我们家最喜欢的，凯琳最不习惯的，不习惯每一次我们家都需要拥抱。对。拥抱一下。Q。抱。私は大谷かりんです。台湾に来て、4年になります。ここでの生活はとっても、住み心地が良くて、とっ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ます。ここは第二の私の故郷とも言えると思います。これから、磯と犬と一緒に幸せな家庭を築いて、ハッカの文化とハッカの言葉、ハッカ語を、これからも継承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红海饭吼是过港车来食的啦，对安腌的蔬菜吼加过来，还有按用热，就落开成法，按本鱼吼，有啲蔬菜有个清苦的吼，有个味 Q 的，吼，还有文化上有个冲突，多车移动做的保养，来讲人也个加天地拜，个用热的，迷你哥呀，个强，个密码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出前途。好了，多谢，欢迎来到呀。拥抱一下啊！出去。感觉吼，卡琳应该会幸福的，唔是在做过多的东西，安尼就好诶。希望伊睇一片，可以各位各位快乐各位健康我睇一片，对有一个事情来讲，就会真是我可唔可以做一个办的，咱可以真是做我的种田园。凯琳，妈妈替代10年，如何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同一手欢欢喜喜过一生日。